哦。稍微支鬆咗佢就支腿喐咧，咁樣取 band 車 pan 咁樣就 OK。我上次連 pan 燒到啊，所以咧有人幫我切好。係啊，喺呢度咧加點鹽巴。稍微傳統食譜沒有辣椒粉啊，我是喜歡一點辣椒粉誒。最後一點點威廉或者米酒啊，然後咧我炸他們醃下佢哋啊。喂，因為調味簡單咧，雞肉盡量靚啲啊，然後咧醃15分鐘或者成個夜都 OK 啊。然後現在弄那個粉漿啊，哎呀，這個咧是玉米澱粉粟粉，或者用那個馬鈴薯粉、地瓜粉啊，地瓜粉加點呢個冷水啊，上溫都 OK。然後咧，喂嚼軟佢哋就 OK。有點像結結地咧，有點像漿糊咁樣㗎，你睇。啊喂，這裡中點有些水啊嘛，呢啲水咧我們不要啊。然後如果有水咧，個 pancake 會散開啊，咁樣丟下去嗰些漿度。應該是這樣結結地㗎，看唔看得到？哎，很靚很靚。我開個中火，怕焦咧就開個小火啦。油可以多一點點，油有點炸聲就可以 pancake 下去。然後我盡量把它鋪平均，不要太厚。然後微冰15分鐘，讓它定型再反啊，不然會散開啊。總之咁黃色。醬汁就油脂粗啊，然後一點醬油，點呢個風味。然後看我表演，救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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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你看多漂亮，你睇會。然後拎個靚碟，喂，我要你們聽一下多吹。馬須說喲。